2025年10月27日星期一，散文馮寶的線，發光的傷痕。澳門老教堂的晨光，透過彩繪玻璃灑在玉晶交疊的雙手。他站在見證席上，望着台下抱着心人的微衣，孩子手中拿着的布木偶在光暈中泛着陳舊的溫柔。我曾是斷了線的風箏，玉晶開口，聲音像被淚水洗滌過的琉璃，但上帝用一個孩子的哭聲，縫補了我的天空。見證席成了他生命的解剖台，他剖開那些糜爛的夜，香港醫院裏冰冷的地磚，還有塞着木偶的檀木箱。當他說到心人被診斷那日，窗外恰巧地也有風箏掠過，他忽然頓住，不是因為悲動，而是終於懂得，原來每個傷口都是光進入生命的縫隙。母親這個身份，是心人教曉我的。他望向正在玩弄微衣衣角的心人，他2歲還不會叫媽媽，但他卻懂得在我哭泣時為我貼上貼紙。他看不懂時鐘，卻總是在週3清晨便拉着我和微衣去坐電車。是他讓我明白，愛不是完美，是陪伴着不完美。這份覺悟是體現在瑣碎的日常生活裏。玉晶學會將心人的中藥加入少許蜜糖劑調成果醬味，使心人在飲用中藥時易入喉，也讓他在復健圖卡背面上畫聖經故事。某次心人癲癇發作，他抱着顫動的小身軀跪在地上禱告，他竟然在恐懼中聽見平安。從前他摔碎東西洩憤，如今學會在破碎中尋找恩典。微衣的皺紋成了他的年輪。那個雨夜，玉晶高燒不退，迷糊中看見微衣徹夜跪在床邊禱告。晨光初露時，老人用溫熱毛巾擦拭他壓制的手勢，竟與20年前照顧小玉晶時如出一轍。微衣，玉晶在某個熬藥的清晨突然哽咽，你才是我的母親。藥煲中熱騰騰的水蒸氣緩緩上升，兩代女人相擁而泣。從此玉晶的禱告詞多了求主紀念養育我的母親，而心人也學會在睡前親吻兩個婆婆。心人的主日學教室裏，總是飄着讚美詩的樂韻。心人雖背不完全守主禱文，卻能在奉獻時認真地投下幾張紙幣。他雖不懂神學，卻在聽耶穌醫治病人時緊握同學的手。某次玉晶講述攤子被朋友從屋墜下的故事，心人突然站起，模仿4個抬玉子的人。那一刻他才恍然，這孩子正是被愛墜到上帝面前的攤子。義工服務始於某個聖誕節，心人執意要將圍巾贈與拾荒的老翁。玉晶在老人凍瘡斑駁的手上看見自己昔日曾經荒唐的生命。此後他們3人定期的去探訪安老院，心人用歪斜的字寫上祝福卡，玉晶則以自身經歷安慰被子女遺棄的老人。最治癒的是當他說我們都是斷過線的風箏時，一位失智長者突然清醒般回應，但現在都有線牽着了。5年後的復活節，心人已經10歲了，他在浸禮池中緊握着母親的手。當他從水底起身時，雖然口齒不清，那句耶穌愛我卻震動整個教堂。玉晶在淚光中看見他壓制的水珠，像是當年維港的小雨點，如今化作恩典的甘露。微衣的舊約聖經裏夾着心人的話，3個牽手小人站在彩虹下，線條越過葉邊，彷彿要通往永恆。玉晶終於明白，真正的救贖不是消除傷痕，而是讓傷痕成為燈台。他那破裂的過往，心人遲緩的成長，微衣半生的守候，在信仰的熔爐裏竟煉成照耀他人的光。如今他們仍會去放風箏，心人總在風箏高飛時鬆開線軸，玉晶也不再驚慌，因他曉得那根看不見的線已繫在天上，而所有曾斷裂的翅膀，最終也將在愛與恩典的風中找到飛翔的方向。微衣和玉晶也深信，傷痕並不是恥辱，反而是一頁頁活生生的見證。全篇文章配樂，奇異恩典。